一年一届台北豪华音乐节，新历8月3日上场，头尾2天伫咧大场埕起鼓。今年主题是唱万人做伙唱情歌，邀请大人带囡仔做伙来戏花，唔惊声音会走错。现场专家陪大家做伙唱歌，也有大出戏宴会表演，要互大家看。亲像春天的风在吹，各行各业大家一人唱一句。 含管团局长刘一定嘛来插一卡，做伙翕大场埕真人节的宣传影片。原来今年的主题就是要1万人做伙唱情歌。影片的这个内容的需要啦，所以就唱了2、3句。不过还好，影片中没有蛮明显的听出来，所以应该没有到献丑的地步。 唔免惊下噪音，因为8月初3小连续2天，会邀请歌手乐团甲你做伙唱，像讲金曲台语乐团叫阿能、黄品源等等，要互大人囡仔拿过情人节拿听歌。邀请到了卡斯，其实非常的算是重量级的啦，也有金曲的这个得主。我们应该会让艺人表演就好，市长的部分，或许我们可以问问看市长的意愿了。 今年的大场埕宴会节，市长郭文泰拢有参加，无要做伙唱无要紧，毋过做伙来看宴会绝对无问题。今年的情人节大场埕拢会放宴会，今年当然嘛会放。还佫有啥物精彩的节目？市政府暂时保密，就请民众好好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